着异乡的查甫囝。我着小姐来心惊惊，但是我无小姐的心痛疼，可是何日我才会生囝？我并不是失去了生囝命，事实是去予小姐来拍着惊。以前的代志，我讲你不知影。若要讲起是真当一煞病。18年前，我飘飘来出风头啊！阮查某朋友才会跟我去阮家，以后的日子，我讲也不知通靠。我来经过几年后，伊就是上也扫帚头。阮查某朋友，无讲你是袂了解呀。若欢喜的事，你是真后塞奶。若咧受气的时阵，你咧面对亲戚倒咧菜。若要学阿叫我兴起。我是愈看愈悲哀哟。阮查某朋友对我毋捌讲理由啊，心肝真残忍，双手撒咧在学朋友。管什么所在，互伊撞来就一直求。我有时就会互伊求甲是求。阮查某朋友，个人嘛真好冤啊！我看伊着水啊，为怎样我会怨恨？我是无人缘的。又搁再个人怨，叫我着去照镜，互我调来结归怨，真怨叹阮查某朋友，因好食歹款，才会予我的心肝，每工来得超烦。阮查某朋友，对我是真侥幸啊！枉为我带伊去看人在卖豆奶，嘛带伊去菜市啊，看人在卖零件，嘛带伊去西门町，看人在卖鸡仔饼啊。阮查某朋友。的做法是凄惨代啊！愿甲我团装，互我集中来世人知，叫我离缘，离开也我无爱。如今大家才会笑我是呆呆哟。我犹过啊犹过，身家是无得比啊！找无一个查某通好啊来成家，了要公布，恁查某囝着爱紧嫁。我比条才有机会，早日来生后事哟。